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一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咱們主要聊農村蓋房子的事情。正好我今天看到財經網，它5月31號有一篇文章叫花費半生積蓄，農村自建房熱背後。它主要是介紹這個農民傾盡多年積蓄跑到農村蓋房子，但是還是要背井離鄉外出打工，房子蓋了之後一年難得回來幾次，也反映出這個農民叫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這一現實困境。所以正好借這篇文章，咱們聊一聊農民自建房。在當前樓市低迷的背景下，農民自建房還有沒有必要？這文章的作者叫孫穎妮，他說今年以來在安徽安慶望江縣，離我這不遠，做外墙漆生意的徐先琴越來越忙碌了。他和員工們每天奔波在縣城的各個村莊裡找客戶、談單、簽合同。近年來，望江縣農村建自建房的農民越來越多，徐先琴就瞅準這波熱潮，從去年開始做外牆漆生意，如今生意比較紅火。說張強是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江蘇農村人，他說每隔一段時間回到家鄉，總能看到幾棟新起的自建房，有些在建，有些已經建好了。前幾年張強在上海買了房，也定居下來。這2年他的父親開始催促趕緊攢錢回家蓋新房。父親直言說村裡人都蓋了新房，就我們沒蓋，多沒面子。蓋了新房也說明咱們在大城市混得好。每當這時，張強感到一些壓力，因為他上海房子的房貸每月也有不少。近年來回鄉建房正在成為農村的熱潮，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者選擇把掙來的錢投回老家宅基地上。數據顯示，他說2024年農村自建房申請量同比增長24%，2025年全國農村自建房投資同比增長15%，其中高品質鄉墅，也就是鄉村別墅佔比首次突破30%。這個看上去好像一般，但是你要想的房地產投資是在連年下降，是吧？2位數下降，在這種背景下，農村的自建房還在增長，那這個就難能可貴，也能說明一些問題。市場的嗅覺最為敏銳，當城市房地產行業步入深度調整期，而農村自建房市場興起之際，諸多房企為尋求生存與轉型，開始將目光投向鄉村建築市場。2025年，老牌房企南通六建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南通六建好房子科技有限公司，專門從事鄉村別墅建造。這個南通六建人家專門成立公司，在附近到處攔農村蓋房子，就別墅。南通六建曾是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厲害了，負責過迪拜哈利法塔建造工作。企業負責人表示雖然現在農村自建房標的額比不上以前動輒幾億的項目，但如果按100萬元一套，一年做20套算，一年下來也有200萬的業績。螞蟻也是肉，就這意思，蚊子腿上掛肉。連這個迪拜哈利法塔都建造過的，蓋你一個農村的這個農民房，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這吃慣了大魚大肉是吧？現在要螞蟻腿上掛肉啊！財經記者調查了解到，在農村自建房熱潮背後，不僅是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環境的改善，更受到鄉土文化、熟人社會的面子文化乃至宗族文化的影響。更深入的原因背景則是，這股熱潮也映照出農村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這一現實困境。城鄉二元結構的割裂，讓許多農民在兩頭都找不到扎實的落腳點。或許農村一套房子可以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而農民傾盡多年積蓄建好房子後，還是要背井離鄉外出打工，一年難得歸來幾次。畢竟農村人口流失越來越大，農村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如何讓農村煥發生機與活力，讓鄉村自建房
真正成為村民長期安居樂業的居所，甚至帶來更多增收與變現的可能，也就是農民的自建房能賣能變現，無疑是一項複雜而緊迫的社會課題。這個財經網的第一部分叫鄉土情結與面子文化。從去年開始，林麗花一家決定在雲南農村老家蓋自建房。林麗花和兒子女兒在江蘇打工，丈夫身體不好，留在了農村，便由丈夫來主管老家建房事宜。這2年，林麗花老家各個村建自建房的農民越來越多。林麗花說，農民們在外打工賺了些錢，最大的念想之一就是把農村的老房子拆掉，蓋起新房。一方面是因為以前建起了幾十年的老房子確實破舊了，另一方面常年在外奔波，老家是他們最後的退路。哪一天在外面沒有工作了，還可以回到老家種地養雞，也不至於挨餓。除了將農村老家視為最後的托底，在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林發勤看來，這股自建房熱潮更折射出城市漂泊農民情感與寄託。越來越多的人返鄉建房，表面是改善居住，實則是深受中國式叶落歸根的鄉土情結影響。正如這個費孝通所言，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讓農村自建房不只是一棟房子，更成為漂泊者連接故土、安放記憶的寄託。林麗花說，在外面買不起房，買不起墓地，買不了地基，老家畢竟是自己的根兒，葉落歸根，老了終歸要回到農村。現實的經濟算盤同樣是推動村民返鄉建房的重要動力。林發勤向財經記者介紹他說，當前宅基地確權政策正在加速落地，這也意味着自建房經確權登記後就具備了資產的屬性，可以傳承。相關政策規定，若農村房屋長期無人維護，坍塌一定時間，宅基地可能被村集體依法收回，後代便不可繼承。因此，很多已經在外定居的年輕人基於這種考慮和擔心，選擇回鄉翻蓋新房，守住這份可承襲的根基。經濟算盤之外，自建房熱潮還有另一種鄉土社會文化的推動，那就是農村特有的熟人社會結構、面子文化和鄰里效應。當你看到隔壁蓋起了小樓，對門修起了別墅，那種鄰居有我也要有的攀比心會生長出來。林發勤說，農村的房子不僅僅是一個居所，更是一張無形的臉面名片。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圈子裡，誰家的房子氣派，誰家便添了幾分榮耀。此外，很多地方的宗族文化也比較盛行，氣派的房子似乎成了宗族地位的宣告。正因此，農村建房已經不僅僅是個人消費，更是一整套鄉土倫理下的社會儀式。張志國是安徽安慶農村承包自建房建築隊的負責人，明顯感覺到這2年老家新蓋的自建房越來越多。今年以來，他的建築隊已經承包了好幾家蓋房任務，常年在農村建房。張志國對這種面子文化感受頗深。張志國觀察到，很多村民其實是跟風建設自建房，看着旁邊的鄰居蓋起新房，自己也想蓋。有些村民覺得，如果村裡都蓋起了新房，自己一家沒有蓋，很沒面子，會被認為是混得不好。說真的，我自己也感覺到，蓋了一個好房子，裝修也更美觀，在村民前說話都更神氣了。怎麼說？咱們以前節目說過，這越落後的地方越攀比，沒有辦法。张志國介紹，他的一個朋友看到村裡都蓋了新房，為了給家人爭取面子，建了一棟3層的房子，但實際上他自己很缺錢，為了建房借了100多萬元。在张志國看来，在農村這種攀比心理其實是無法避免的，這就是農村為什麼越來越差，你知道吧？根本原因，這就是年輕人你就得想辦法離開農村。上午的咱們談了農村的彩禮，就是攀比，就是還債。那現在你看看，還蓋房子。當前林麗花家的房子只建了2/3，
已經花費了20多萬元，預計再花費10萬多元才能蓋起毛坯。建好後還要花20萬進行裝修，林麗花算下來至少要花40-50萬元，這對她的家庭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巨大開銷。對於大多數農村家庭而言，返鄉建房屋是一筆數額巨大的開銷，是農民人生和家庭發展中最大的支出之一。不少農戶為了建好新房，還要四處借款湊齊費用。林麗花家蓋房子的錢都來自她和兒子在外打工收入。過去1年來，林麗花每月发了工資都要寄回老家，用于蓋房子買各種材料。當下蓋房子的進度先停下來，因為錢不夠用了。林麗花說：“等我再打幾個月工，攢了錢再寄回去。”這玩意兒邊蓋說不定就爛尾了。相比於雲南、安徽的整體經濟水平相對好些。詹志國介紹，安徽農村蓋一座房子加上裝修，隨便花費一下就快上100萬元。對於絕大多數村民來說，直接拿出100萬元是很困難的事情。大部分村民蓋房時需要借錢。近期，安徽農村徐輝家的房子正在建設，徐輝預估40多萬元建起毛坯房，再加上裝修，預計最終花費80-90萬元。徐輝直言很有壓力，需要向親朋好友借一些錢。對於絕大多數農民來說，返鄉建房往往傾盡全家多年積蓄，這叫一夜返貧。你把房子蓋得再好，一生病沒錢了，馬上又到處借錢。他本來是背着債的，還要到處借錢。在長三角省份民營經濟發達地區，也有不少老板在外面做生意賺了錢，回村蓋起豪華別墅。徐先琴經常為這些建房客戶提供外牆漆。這個是農村蓋房熱，自建房熱。那麼第二部分，財經網就說了，背井離鄉的農民空置率高的新房。一個通常的現象是，農村的自建房越來越多，可農村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少了。詹志國在各個村帶着建築隊建房，他觀察到，走在村裡大街上，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年輕人都在外謀生或者定居城市了，也因此農村房屋空置了也不少。你說你在農村修宮殿幹啥呢？難道你把下一代孩子拴在農村嗎？上幼兒園嗎？上初中？所以說愚昧，這就典型的叫愚昧。有研究团隊對浙江省寧波市四明山區進行的調研顯示，2025年四明山大豐鎮閒置農戶房產3700多間，面積超13萬平方米，全鎮平均農戶住房空置率達到了33%，也就是3棟房子有1棟房子是空着的，沒人住。鹿亭鄉有5個村農民閒置率超過30%，其中单莊村農房閒置率高達60%。山區人口老齡化加速，導致閒置房產數量不斷上升。2024年調研報告顯示，福建漳州市浦南鎮東坑村現有房屋696間，其中有305間房屋處於空置狀態或村民較少居住狀態，空置率高達44%。寧夏賀蘭縣農村房屋空置率高達30%以上。青通峽市大壩鎮3棵樹村房屋空置率達80%，村民花了大幾十萬元將農村的房子建好，一年只能節假日回來住幾天的情況十分普遍，甚至有的村民由於在外打工無法趕回，直接將建房子的事宜全權委託給建築隊。詹志國說，村民蓋好了房子還要外出打工，不然怎麼還債？怎麼生存？林麗花在雲南的農村老家就是這種情況，年輕人幾乎都外出工作，村裡剩下的都是老人。雖然對老家的新房蓋好是很期待，但林麗花表示即使我家的房子蓋好了，我也無福享受，還是要繼續和孩子們在蘇州打工賺錢。老家那裡太落後了，沒有產業就沒有崗位。你說沒有崗位的地方，你在那修個宮殿幹啥？重資產你更搬不走了。如果能夠在家附近實現就業，哪怕少賺點錢，誰又願意背井離鄉呢？一邊是對新房的期待，一邊是林麗花卻也很糾結發愁。兒子還沒結婚，就算結婚了，也肯定在大城市謀生，不會回到農村。可是林麗花和兒子這幾年在外打工攢下的錢，都花在老家蓋房子上，短時間內肯定沒有
給兒子結婚買房的錢，你看看，這農民叫惡性循環，這就是認知決定命運，沒有辦法。李麗花和兒子女兒常年在外打工。2026年春節時，為了省錢，李麗花和兒子女兒甚至沒有回老家過年。當前李麗花和女兒一起在蘇州租房住。李麗花感嘆：我常年在外打工租房，卻把辛苦打工賺下的錢拿回去蓋房，房子蓋好了我也不能享受，依舊得在大城市打工。這就是攀比性，實際上沒有什麼實用性，對不對？長期研究農村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守英曾對进城農民工留而不定的現象進行分析。刘守英表示，当前中国城市化率接近 70%， 但3億農民工中，在城市扎根的比例偏低，进城農民工在城市購房比例不足1/3，農民落戶意願持續較低。劉守英認為，進得了城扎不下根的現象背後，反映出城市權力開放不足，如鄉土社會粘度強的雙重制約。這種制約在不同代際間呈現顯著分化。老一代農民工因鄉土粘度制約而不願外遷落戶，新生代農民工雖有融入城市的強烈意願，卻在大城市面臨城市權利保障不足的現實問題。林發勤也認為，農村這股返鄉建房熱潮表面看是個人選擇，實際上也反映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農民進城後因戶口、社保等限制難以享受醫療、養老等城市福利，子女上學問題也很難解決，農民始終無法真正融入城市，於是返鄉蓋房成了一種寄託和確定感的追求。這個說的叫似是而非。為什麼這麼說呢？實際上還是面子作怪，還是沒想明白。所以說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就勒緊褲带從牙缝裡面省出來的錢，回家一掷千金，花70-80萬蓋房子。你房子花的錢越多，你越把自己就拴在那兒，而且還借錢，完了之後還要出去打工還借的钱。文章第3部分說，如何讓農村房屋活起來，也就把它變成資產。如何讓一棟棟農村自建房不再閒置，成為真正能夠長期居住、承載溫馨尊嚴的家？關鍵就在於打破城鄉二元壁壘，促進城鄉融合，推動人才、資本、技術，實現城鄉間的雙向良性流動。林發勤表示，必須賦予鄉村平等的發展權利，補齊公共基礎設施短板，讓產業能夠扎根，人口願意回流。只有當人們真正回到村裡生活、工作，那些自建房才能被用，不再空置。你說這是叫什麼專家？这不叫本末倒置嗎？你為了農村的幾棟自建房，你要幹啥？準備要修馬路是嗎？要通水、通電、通氣是嗎？要搞基建是嗎？就這些專家都是拍腦門。財經記者在地方調查中發現，東部部分發達地區已率先駛入城鄉融合的快車道，城鄉之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往來愈發活躍，還有很多村民實現了家門口就業，不必再背井離鄉。你想法是好的，家門口就業那只能是珠三角這些地方能實現，你其他地方東北、中部，包括安徽，你包括西部，哪個地方能實現呢？如果每個地方隨便就能實現家門口就業，那哪來的那麼多失業呢？1200萬大學生畢業就找不到工作，對吧？要正視這個現實，工作崗位越來越少，農民回去種地也不賺錢，種地養不活自己。在浙江台州市一家小型繡衣廠內，工人們正忙着縫制即将交貨的睡衣。這些工人們大部分是本村以及附近村鎮的村民，睡衣是他們的核心產業。走在大街上，有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也有幾十人的小型工厂，都在經營睡衣生意。因為睡衣產業存在，該村附近的村民實現了就近就業。像這樣的村莊，浙江很多地區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鎮一業的產業形態。當產業與鄉村之間形成良性互動，自建房便有了日常居住的溫度。這個都是胡說八道，基本上都是不靠譜的。林發勤表示，留住人關鍵要靠產業來撐腰，沒有人，沒有產業的支撐，再多農村自建房也只是空殼。的確，一棟棟農村自建房不僅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條件，還得使農村面貌大大改變，鄉村整體環境優化，甚至鄉村治理效能
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提升。據悉，貴州省貴安新區胡巢鄉政府以4000萬元省級財政資金，撬動約3000萬元社會資本，引入專業旅遊發展公司，在車田村和廣新村共投資350萬元改造閒置農房10棟，並帶動村民自行改造20棟。村民以房屋入股，每個房間第1年可獲得1200元保底分紅，往後每年增至2000元，運營權達20年。在此基礎上，當地還湧現出博士咖啡、精釀茶皮、非遺文創工坊等一批小微業態，預計新增社會投資2000萬元。大量宅基地空置也是資源的浪費。近年來，政策層面一方面嚴防資本下鄉擠占農民利益，另一方面也在支持和推進很多靈活的探索和改革，盤活大量沉睡的宅基地和農房資源。各地的探索路徑各有不同。2023年，湖南啟動喚醒老屋行动，探索農村宅基地改革，将閒置老宅改造成民宿，在房地一體宅基地確認登記頒證的基礎上，嘗試通過流轉租賃的方式對閒置老宅子進行盤活利用。別費那個勁了，對不對？不就是浪費錢嗎？你搞民宿，現在難道還有人去嗎？你錢花了，對不對？民宿都經營不下去了。以高水平農房改造提升為支點，撬動富農強村案例在杭州也非常多。例如杭州富陽區以設計改變鄉村，引入高端設計團隊，嚴格落實一戶一宅、拆舊建新、帶圖審批、帶圖驗收16字方針，打破陳列式農居點的布局，精心打造新浙派、杭派特色民居村落。同時全面摸排農村閒置土地和農房資源，精準識別用電量50度以下的農房，引入或組建多種模式強村公司，讓資源变資產。當前不少地方對農村自建房發展給予了各項支持。無論如何，讓一棟棟農村自建房不再空置，真正發揮作用，最終離不開城鄉深度融合與平等發展，實現城鄉之間相互流動。只有鄉村更有活力，有就業崗位，有完善公共服務，才能讓村民不再背井離鄉，使自建房成為村民能夠長期居住的真正居所，甚至带來更多增收和变現的機會。這個就是財經網關於農民自建房的一個報道。但裡面專家說的基本上都是跟三農專家是一個路子，還是把這個農民好不容易走出去了，從土地上走出去了，又要把他忽悠回來，就這麼個路子。實際上農民背井離鄉是被迫的，因為他種地活不下去。這個我們做節目一直說的，農民你上海、北京郊區的農民不一樣，如果他有3畝地，他賣菜說不定能養活自己，能賺錢，或者把地租出去，或者搞點什麼農家樂，保不齊，因為他挨着大城市。但是也有多少農村是挨着大城市的？大部分農村都是荒芜。中國每天應該有幾百個村莊是在消失啊！你不知道這個專家他腦子裡裝着什麼東西。中國每天大概有上百個還是300個，我記得不太清楚，村莊就消失，沒人了，這是常態。在這種背景下，你還忽悠那些農民，好不容易在城裡面把自己當牛做馬，每天幹13個小時、16個小時送外賣，或者是幹啥？攒的錢回去蓋房子，蓋一套房子100萬、80萬，你這不是有病嗎？那房子蓋完之後給誰？你給你下一代，那言下之意，你生孩子還得在農村待着，那孩子招誰惹誰了？那孩子如果生在這人家呢，不也是點兒背嗎？命不好。完了之後長大了20歲，你也得給他娶親是吧？那農村娶媳婦又難，所以說農民他窮是有原因的，就是根源上有問題。他就牢牢的把自己定位在農民這個上面。實際上我的意思就是說，你看你好不容易已經從農村到城裡面打工都能攒80萬了，攒50萬借30萬蓋房子，你都已經這樣了，那你為什麼把50萬非要蓋房子呢？實際上你完全可以到附近的鎮上去買房，現在就趁着這個房價便宜，鎮上的房子賣不掉，有的縣城的房子也賣不掉。你說縣城好嘛，離我的故土是吧？故土難，離我土地太遠了，那我到附近鎮上買唄。附近的鎮上那房子很便宜，
你30万買一套，你还省20万，你存银行，防止自己生病。你在镇上买的房子，孩子就在镇上上幼兒園，在鎮上上小學，是不是要比在農村要近了一步啊？完了，你手上還有錢，對不对？你為什麼非要還要借30萬，在農村蓋個80萬的房子，這準備給誰？所以說啊，我是特別不提倡這個農民好不容易在外面真的做牛做馬，送外賣，風吹日曬的，或者是在外面工地搬磚，或者是幹日結，半夜4點起來等着活，那真是做牛做馬，掙那點錢回去。那蓋房子叫挥金如土，你蓋了不動產放在那沒用，不能賣，那房子你賣給誰啊？第二個他不讓你賣，房子流动，你這農村的宅基地不讓你流動，你抵押給银行，銀行都不要，它不是資產。你蓋的再好的房子，10年沒人住，那房子裡面就開始雜草叢生，各種破敗，房子要人維護的，10年沒人住，那漏水到處的。所以我覺得農民應該对下一代負責，如果不要下一代就算了，你都不要下一代，你蓋那麼好的房子幹啥？那房子最后变成国家的了，变成村集體的，你没有下一代吗？你有下一代，那你还得这下一代你不能放農村培養。所以說實際上反而是為什麼現在很多農民反向蓋房，實際上純粹是那種農民那種虛榮心攀比，你混得好，我比你混得更好，打腫臉充胖子。現在應該是什麼？別人蓋別人的房子，別人拿100萬蓋別墅，那讓他去蓋。你要有100萬，你千萬不要蓋別墅。你應該到鎮上，如果最好去縣城，甚至最好去地級市，去你能找到工作的地方，你能在那送外賣的地方。如果你手上有100萬，去那個地級市，你在那兒弄一套便宜的房子，然後你天天繼續送外賣，一天賺個200塊，一個月賺個5000塊，孩子在那個地級市上學，這也算是托舉。你跑到農村花100萬蓋個房子，咋回事？現在房價又便宜，那地級市房子跌得跟鹤崗一樣的。買不起，你再等2年，你就能買得起了。現在趁着房價往下跌的時候，不要去蓋房子，純粹是冤大頭。好不容易攒點錢，又被人一把梭哈了，全砸在房子裡面。所以說我聽說這個農民蓋房子加裝修要100萬，這真是瘋了。這100萬多難賺呢！農村的房子，你只要它不倒就行了，沒必要重建，只要它不倒，手上有錢，去最近的鎮上。根據個人情況，如果你說我手上有100萬，那你就去地級市，甚至跑到省會去買套房都可以，把孩子帶到鄭州，在那兒上學，完了之後在那兒你再送外賣，開網約車，不行兼職殼子，不行对吧？給人幹保潔，不行去找個保安幹幹，都能養活自己。所以說跑到農村蓋房是最不明智的行為，但是有一種人可以，胡一靜老師這種就是有錢人，人家花100萬。那只是他的財富裡面的一小部分，根本就不影響，人家有這個水平，對吧？那他花200萬在農村蓋個房子，蓋個皇宮，請幾個管家幫他打掃，幫他打理，前後搞他幾畝菜園，種菜，拍照，那人家有錢人可以，人家把這個當消費，你靠送這個外賣，一單2塊錢攢出來的錢，你何苦還砸在那兒呢？胡靜老師發個微博，對吧？一天幾千塊到手，有錢人回老家蓋別墅，那讓他蓋唄，反正他有錢，你還能攔得住他嗎？所以說，普通的農民這種靠自己在城裡面送外賣，在工廠裡打工，幹出頸椎病，攢點錢，你回去花80萬蓋房子，真是認知出問題了。還有的在城裡面考上大學的，在上海買了房子，按揭貸款，結果父母打電話說隔壁家老張家蓋了房子。比我們家氣派，你趕緊弄錢回來蓋房子，你這不是有病嗎？他真回去蓋房子，你說那这是什麼認知？除非說你那地方你已經得到消息了，說馬上就要拆遷，是吧？否則有必要蓋嗎？你都在上海買房了，你還準備回到農村幹啥？我也不是絕對反對啊，你回農村幹嘛？那是你特別有錢，是不是？因為對你來說300萬就跟毛雨，就胡一靜老師那樣的，那你無所謂，你去蓋。所以說絕大部分農民，尤其年輕人。沒有必要回家蓋房，你攢錢是對的，把那錢攢完之後，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套房子，你跑你附近的鎮上去看一看，買一套商品房，那是財產，到時候不行還可以賣。如果說你錢更多，那你就去縣城，再多一點你就去地級市，甚至跑到合肥、鄭州、石家莊這些地方買房，根據個人的攢的錢的程度，你在城裡面買的這房子好歹它是資產，只是不行，你降價是能賣得掉的。農村的房子那就擱在那兒了。當然了，專家說的有一個地方是對的，城鄉差別還太大。
主要是在保站這一塊。如果城鄉保站這一塊都是居民保障，城裡面的老太太一個月1000，農村老头老太太也是1000。如果是能做到這樣，那回農村蓋房的也會少一點，更多人願意在城裡面待着。回不去的鄉村，確實年輕人回鄉村你也養不活自己，只能在城裡面謀生。改革開放40年了，還什麼故土，還什麼安放記憶，還什麼鄉土情，那都是農業社會小農經濟下的這種東西。隨着社會的發展，隨着人工智能，現在移动互聯網、人工智能、信息化這些東西都已經被沒有了。我們整個社会主流是哪兒適合你待就去哪兒，而不是因為你他媽莫名其妙被生在這個地方，或者你就是這個地方人就必須在這待着，那不是有病嗎？那你現在是全世界咱就不說了，那能力有大小，至少全国范围內哪個地方適合你待你就去哪兒。什麼故土难離，人家東北人跑到海南，跑到什麼雲南，在那兒養老，在那兒買房，他故土是在東北，哪有什麼故土难離？所以說正好趁着现在房地產不景氣，城裡的房子賣不掉，城裡的房子在降價腰斬，這個時候農民工手上攢點錢，應該想辦法進城，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農村是不具備大建大拆大建的，農村就適合自然消亡，那個小村莊就沒人。最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附近的镇上去聚集，镇上好歹有幼兒園、有医院、有小学、中學、有商场，好歹是吧，也方便一点。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